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4月初6。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14节到24节，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19节，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到49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月月休暖。这个天韵诗班因第一本的台语的专辑内底有一首这个can塔塔的曲叫做《开你心门》。迄歌词第一节咧讲，人的性命无定着，一寸光阴着无惜，花解得救趁现在，机会过去无过来。耶稣伫你心门外等待，紧开心门，请伊入来，安慰伤悲七日目屎，请主耶稣入你心内。开你我的心门，请主耶稣入咱的你我的心门。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思考，就是你强调，搁再强调讲，一个全新的生命是属主的、属灵的，毋是属肉体的，是属这个基督的。袂阁朽坏福音书中间遐个军队耶稣基督的人，遐举起棕树叶，却无偌久举手画讲等于十字架的人，拢有错误的期待。伊看待耶稣，亲像一个要期待耶稣会当成做台北第二，成做地上实体的王。但是上帝有更较大伟大的计划，耶稣有更较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来赢过迄个邪灵，也像灵的对敌，咱讲撒旦，也是阴间的权柄，并且所有相信的人要得到永远袂朽烂的生命。古早人真侪拢想要来得到迄个永远袂朽烂的肉体啦，就是所谓的即种终生不老的变远。但是爱记的只要属伫肉体，就拢会朽烂啦但是属伫上帝的神，却永远袂朽烂。伫耶稣基督过活了后，门徒到底咧期待啥物货？现代基督徒咱搁咧期待啥物货？咱亲像昨会分享的最后牧师的提醒，咱是毋是伫即个过活的恩典的中间，要成做一个会当被改变的信徒？保罗伫写互哥林多教会的批信内底，伊也安尼讲着。肉体造成的身体袂会当承受上帝的国，迄个会朽烂的袂当承受袂朽烂的。恁着爱注意即项奥秘的事，并毋是要死，伫迄叠10000年久的时间，最后的号角响的时阵，拢要改变。最后的号角一响，世人拢要过活，或者是成做袂朽烂的，咱拢要改变。人若要改变家己的生命、思想，还是行为，就无法度进入迄个袂朽烂的上帝国。咱亲像耶稣甲即个尼哥底母所讲的话共款，着爱顶头生。这是改变生命状况最直接的一种的讲法。无愿意顶头生，无愿意被改变，就是留存伫迄个会朽烂的生命。那安尼就无法度进入上帝袂朽烂的国度。也莫怪耶稣会甲迄个来求道理的人讲你离天国无远啊，但是还袂去进入啦保罗佫继续
对哥林多教会信徒讲，因为迄个会朽烂的必须爱变成做袂朽烂的，会死的必须爱变成做袂死的。到迄个会朽烂的已经变成做袂朽烂的，迄个会死的已经变做袂死的。圣经中的话就实现啦，死亡就被消灭啦，胜利就已经达成啊！死亡啊，你的胜利伫倒落？死亡啊，你的毒气伫倒落？死亡的毒气是对罪来的，罪的权势就是对法律来。但是感谢上帝，伊互咱接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恁着爱徛稳，毋通摇动，也毋通着爱即个无顾辛苦的，为着主来工作。因为恁知，为着主工作的，绝对毋是枉然吼。人生的目标必须爱倒转来到伫上帝的原则，还是讲原来的创造内底，咱的生命吼，互咱会当搁再领受迄个被创造的新的生命。那安尼，咱才有法度进入伫上帝袂朽烂安息内底。这是咱对创世纪第1章的经文所看见的吼，啊，甲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来做连结来思考。咱的生命内底有偌济，抑阁属伫迄个会朽烂的，还是讲咱生命内底有啥物属伫迄个袂朽烂的？我想这需要互咱来思考啦吼。这回牧师转去伫台湾的时，有参加3月27号伫台中举行的即个文化部吼即个海外尊灯的一个开幕典啦吼即内底有600几百是对加州这边捐献倒转去伫台湾文化部伫即个中间有人咧讲到即个topic 就是迄个标题啦吼。伊讲海外尊灯应该爱改做海外宗灯啦吼，因为收藏比较深入安尼啦吼。但是照牧师个人的了解甲认为，即个尊灯咧表达捐赠者苦长老因爸仔囝的心意。对因来讲，虽然这是因兜的收藏，但是因认为这是台湾的财产，所以因是暂存伫美国，毋是藏这个收藏收藏就已经是做私人的宝藏也是有无共款的伫开幕画展的这个标题有一个英语的注解，伊讲 Taiwanese art treasure。Taiwanese art treasures preserved overseas。这个 preserved 是保存的意思，毋是保存所以意思是讲是暂存的然后即马捐转去伫即个台湾国家来收藏。当然，事实上这是靠价，用真济的金钱财物去买来因的珍藏，是因的财产无毋对，但是却因为因无私的心意捐献互台湾这是互人真感动的啦吼。这有别于其他的人伫看这项代志，足侪人伫现场咧讲，这是大宝藏呢吼。有的人可能就因为安尼无爱放手吼。但是苦长老爸仔囝看重的是家己伫这项事顶悬的护条，是上帝交代互因的任务。这是一种袂朽烂生命的表现啦吼。愿意将价值连城的台湾宝藏，无要求1.5厘捐献互台湾。咱呢，偌济家庭为着咧保
保卫财产安尼来歹面相看，这敢是袂朽烂吗？为着私利，教会也是公家的财产袂清，这敢是袂朽烂吗？到底基督徒咱有啥物物件需要被改变呢？求主帮助咱。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4月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的第1节到第2节，14到24节。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19节，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4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会朽坏。天韵诗班的第一本台语专辑里面有一首清唱剧，它的曲名是开你心门。歌词的第1节这样说到，他说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不确定的，每一寸光阴都应该爱惜，悔改得救要趁现在，因为机会过去就不再来。耶稣在你的心门外等待，快快开心门，请他进来，安慰悲伤，擦你的眼泪，请主耶稣进到你心里来，开你的心门，开我的心门，请主耶稣可以进来你我的心门。这个是在强调一个全新的生命，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是属基督的，是不会再朽坏的。我们看到福音书当中，在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一些期待耶稣可以成为大卫第2这些人，他们怎么样？看到耶稣进来的时候，就手举着棕树叶，高喊着和散那。没多久又高喊，举起手高喊说钉他十字架。这些人都错误的期待等待耶稣，他们希望耶稣基督可以成为大卫那个实体的王，但是他们完全不了解上帝有更伟大的计划，耶稣有更重要的任务使命，就是要胜过那灵的敌人，就是撒旦阴间的权柄，并且要使所有相信的人能够得到不朽的生命。古代的人总是希望能够寻求得着不朽的肉体，即所谓的那种长生不老的秘方。但是不要忘记，只要属于肉体的都是会朽坏的，但是属于上帝的灵的就永远不朽坏。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到底门徒们在期待什么？现代的我们基督徒们又在期待什么？正如昨天牧师的分享最后面呢，也提醒我们在复活的恩典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愿意被改变的心意，做这样的信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也这样的提到，血肉造成的身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那会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你们要注意这一件奥秘的事，我们并不是都要死，而是在那一刹那一眨眼间，最后的号角响起的时候都要改变。最后号角一响，使人要复活而成为那不朽的，我们也要改变。人若不改变自己的生命、思想、行为，就无法进入不朽的上帝国，
就如同耶稣跟尼哥底母说的一样，要重生。这是改变生命状态最直接的说明。不重生，不愿意被改变，就是留存在会朽坏的肉体生命里面，是无法进入上帝不会朽坏的国度。难怪耶稣会告诉那一位来求道的说，你离天国不远了。但是呢，他还没有进入啊。保罗又继续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因为那会朽坏的必须变成不朽坏的，会死的必须变成不会死的。到了那会朽坏的已经变成不朽坏的，那会死的已经变成不会死的。圣经上的话就实现了，死亡被消灭了，胜利已经达成了。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死亡的毒刺是从罪而来，而罪的权势是从法律而来。但是感谢上帝，他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站稳，不可动摇，也要不辞劳苦的为主工作，因为你们知道为主工作绝不会是突然的。人的生命必须回到上帝的原则或是原创里面，就像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1章讲到上帝的创造，我们必须要再一次领受那个被造的新生命，才能进入在上帝不朽的安息里面。想一想，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人属于会朽坏的？我们还有多少的生命是属于不朽坏的？这次牧师回台湾，在3月27号参加了在台中国家美术馆所展出的这个海外纯真的开幕展。这当中有人提到一个想法，认为说这个海外纯真是应该改成长真哈，就是收藏宝藏的意思哈。那根据牧师个人对这件事情来龙去脉的了解，牧师认为纯真是非常正确的精确的表达了这件事情，或是说表达了捐赠者许长老父子的心意。这个只是暂存于美国，而不是珍藏于美国的私人宝藏。在开幕画展的英文标题是这样写道：Taiwanese art treasures preserved overseas。这个 preserve 的意思是保存，意思就是有点暂存的意思哈。因为这个许董事长创办的时候，他就是创办人，他开始收藏的时候，他对他的孩子就说了，这是他们家的财产，也是台湾的财产哈。等台湾比较好的时候，这些要回到台湾啊，是这样的概念哈，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当然在实质上面，这是许家的珍藏，也是他们财产所购买来的。可是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心意，他们就无私的捐献给台湾。令人感动的是，就是有别于其他人看到这些收藏，他们有些人就说在现场，有些人说哦，这是大宝藏啊，这个是很大的一笔财产啊哈。可能就有些人就不愿意放手了哈。可是许长老父子看重的是自己在这件事情的呼召，他们看重的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任务，保存了整个台湾的艺术历史。这是一种不朽生命的表现了哈。
愿意将这个价值连城的台湾宝藏无偿的捐献给台湾。反观我们呢，在许多的家庭为了保卫财产不惜恶脸相向，这样是不朽吗？为了私利，有些教会或是公家财产不清。台北中卫在最近关了一间教会，就是因为这个财务不明财务不明，这样子是不朽吗？还有些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被改变的呢？是我们需要去追求那个不朽的生命呢？求主帮助我们。